档头来关心花莲到溪乡的山区，伫二八暗个发现一只乌熊撞入去一间鸡寮，食着7只鸡仔，厝主是赶紧通报。另外，伫27发现另外一只乌熊，因为着含这有受伤，咧替伊治疗手术的时，这只乌熊是向休克，不幸死亡。医疗团队30载起为这只乌熊清创手术的时阵，乌熊向昏迷。虽然有一直抢救，医院伫下晡死亡。这只乌熊是伫伫花莲岛溪乡，互2名部落少年发现，受困陷阱，主动通报和协助救援。林业署花莲分署动员30人归暝抢救，最后是无法度控制感染死亡。已将遗体送到农业部兽医研究所病理解剖，了解是毋是有其他的病，应增加台湾乌熊基础病理资料。乌影出现伫鸡寮，闪电的厝主发现是一只台湾乌熊，赶紧通报警方。2暗时10点外，有一只台湾乌熊闯入到溪乡一间鸡寮，食7只鸡，佮破坏鸡舍围篱。花莲分署派人去现场，帮大龙炮赶走台湾乌熊，好在无人员伤亡。怎么有一头黑黑在这边？然后我从那个警官那边看嘛，哇，黑黑，然后我就跑去，就是刚讲的，就是叫老婆报警，不要紧张。经调阅监视器影像后，确认为台湾黑熊，所幸民众没有受伤。第一摆看到台湾乌熊，闪电厝主各惊各喜，暗过烦恼台湾乌熊，各等下找物件食。花莲分署提供熊铃、防熊喷雾甲炮啊，也协助摄像机监控针对乌熊造成的损害，也提供相关的补助。民众的通报可以有3000块的奖金，那协助现场摄影机的架设呢，还有5000块的奖金。花莲分署表示，社区部落造成乌熊巡守队每个月巡守，为乌熊保育提供帮助，每年上悬发10万的奖励金。巡守范围内，若翕到台湾乌熊的影像，每一摆应得到5万块的奖励金。啊，不过原来是每年2摆，因为岛溪乡山区是乌熊的厝，最近乌熊常常出现。花莲分署也提醒民众做好防护措施甲通报，就应避免人甲熊的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